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5公司台语台的暗新闻，我是洪炳珍，先斗阵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国内出现头一个交资个案，资本扣了20人，中央今日公布一条指引，改做只扣9人，降测会到7月14。今日下晡19个县市因为雷公雨落袂停，西半部传出淹水灾情，天气到后礼拜2才会较稳定。台南市立美术馆的强势展今日起股，馆内人数8超磅超过4000人，票只会当先停卖。咱先来关心讲，中国内出现头一个交资的个案，伊是对德国回来25岁住伫咧台南的查甫人，即摆呢是伫咧负压隔离病房治疗，资本扣20个人来隔离。地方照中央今仔日公布的一条指引，重新评估了后，改做只扣9个人。即摆呢，因的身体状况拢无各样，健康监测会做到7月14。国内头一个交资个案出现伫台南，市长黄伟德强调，接触范围已经清晰，可能接触者隔离，要拍拼阻止本土案例发生。是属于境外移入的啦，但是大家不用过度惊慌，但是避免就是说保持社交距离是有必要的，不仅可以防止 Omicron， 也可以防止猴痘。交资感染了后的症状包括皮肤出现斑、气切膜碰拍等病状，也有发烧、畏寒，也是皮皮喘、参肌肉痛、淋巴腺肿起来、真忝等症状。这名25岁确诊男性个案是为德国回来，自主检疫结束了后出现症状，起先到台南一间诊所看病，因为症状无改善，到高雄某一间病院看病，采检确诊，而且接触者可能9人，其中高雄3人，台南6人中有3位是家人。框列密切接触者共6人，包含家人、医疗相关人员，目前皆无症状，将由卫生单位进行健康关怀，预计健康监测至7月14号。经疫调个案于就医时，户外诊疗站有3名的医护皆身着完整的防护装备，评估应该没有感染风险。目前持续的框列追踪健康的状况，并没有异常。头一个交资个案目前收伫负压隔离病房，相关症状已经有改善，可能接触者健康监测到7月14。卫生单位也提醒，交资传播对象有局限性，直接接触、食到感染的动物，还是密切接触感染者，拢有可能防卫到。一定要做好病治防疫作为，无需要过度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交资伫咧全世界拖3礼拜，确诊的人到达美外3600个50个国家。台湾即摆也正做新加坡、韩国了后，亚洲第3个卫调的国家。医师表示讲，交资主要是透过皮肤的黏膜、体液甲空气接触传染。医护人员甲厝内底住斗阵的人，准若甲确诊者接触过，就会是高风险的族群，提醒就爱接洗手，也爱避免无安全的亲密关系。一起吃饭呢？短暂时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主要还是同住家人就有可能比较容易被感染。厝内底若是有人去挖到交资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，接触到有空喙皮肤、呼吸道、目睭、鼻仔、喙，也是传染的途径，也佫需要较长的时间面对面去接触，才可能会挖到。也佫强调，过去若是捌静止过，感染机会是较低，也佫无代表会重新来免疫。同一个家族啦，所以有交叉保护作用啊。感染很多都是年轻人没有打过这样的天花、牛痘的疫苗。交资疫情来世界真凶猛，全球确诊数是一直冲悬。即阵以英国确诊数上多793例，德国将近600例，西班牙520例，法国、葡萄牙也超过300例。亚洲、新加坡、南韩、台湾即阵确诊病例拢是境外移入，即阵全球50国总计确诊数将近3600例。它可以5到21天这么久，务必还是要对这些能确诊的朋友们要做一些密切的一些监测。从比利时，他也要求说，确诊的病人居家隔离21天。疾管署表示，其实交资甲天珠共款，拢是正子病毒属，有人甲身体共通传染的特性，也佫必须接触到肺、体液，也佫有皮肤的黏膜，潜伏期上长21天，确诊了后并发症有肺炎、败血症，这个致死率上悬是有1成。
台湾打算采购的是第3代的疫苗，它是活的减毒疫苗，打进去以后不会在我们人体里面繁殖，副作用比较小的，预防力至少可以达到85% 以上。疾管署已经将狗只列做第2类法定传染病，规定24小时内必须通报。医师表示，狗只无亲像新冠肺炎未爆发大规模疫情，不过即要一日发生就真难断根，呼吁民众爱定定洗手、挂喙罨，尤其避免发生无安全亲密的接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，今日本土个案有40293例，死亡案例有151例，其中2岁上届少年的以35岁有流感，无注过任何疫苗。因为行政院今日是开扩大防疫会议，评估讲这家用的快筛试剂量有够，指挥中心就建议讲7月初1开始，爱予第2轮6岁以下囡仔会当免费领1盒5支的快筛试剂。25国内 COVID-19 本土确诊人数比前一天较减少，降到40293例，以台中市上济有6075例，其次是高雄甲新北，拢有5000多例。中重症确诊个案中，增加151例死亡，超过一半，年纪超过80岁以上。上少年是35岁流感的女性，无注过疫苗。其中有140人，约93% 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。那在疫苗接种上，有96人，约64% 未打满3剂疫苗。25本土确诊人数全台上悬的台中市下昼也举行记者会，这次确诊数已经比顶礼拜六减少23%，代表台中市已经为高原期慢慢下降。针对儿童做疫苗，市府采用3方面同齐，除了透过医疗院所预约、校园集中住，25也启用12站校园假日注射站，头一天早起有1693人做疫苗。这个合计起来，第一季已经达到79.05%，第2季也达到9.15%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也在6都里面，我们算是最前面的。行政院是伫早起召开扩大防疫会议，由苏贞昌院长主持，讨论国内外疫情发展情形等议题。指挥中心伫会中表示，目前家用快筛试剂数量充足，应用满6个月到5岁幼稚，还未做疫苗，建议为7月初1起实施第2轮，0到6岁学龄前儿童免费各领1份5支快筛试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几天西半部过道过，因为对流分系发展旺盛，常常出现雷公雨。今日下晡有10多个县市拢落到大水雨的顶级。南投中兴新村是规个淹水，分林分187管道，也因为变大雨，地基未在，路全落一大坑。气象局表示讲，爱等到后礼拜2，这天气才会较稳定。南投中兴新村落大水雨，积水未过山头，大路正做小河同款。包含在草屯市区下晡也落大雨，加在落无真久，尾就停啊，无造成灾情。险搁在云林岛南的份187管道一路面，25早起有民众发现出现长10公尺、深2公尺的一坑真大坑，当地里长赶紧通报，也赶紧甲围起来。推测是这几天的午后雷阵雨落真大，佫真急。下面路基拢渗落去，没有把那些竹子给清起来，整个造成那个底下涵洞都积水，然后就底下那个水就进来之后，整个造成那个地的掏空。另外，伫北部也有灾情，下晡1点外，台北市上山区一丛路树倒去，加一台车地歹去。无到1点钟，内湖区的古庄路也发生路树倒去，加在拢无人员来受伤。最近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真旺，也有闪电四呐，也个弹雷公。就连及时影像也翕到，24下晡台北101大楼，予雷公公调进行。全台各地大雷雨，气象局25总共对19个县市发布雨大雨的特报。是以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为主，在各地的山区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周2之后一直到这个周6的天气形态呢，高压明显东退哦。气象局表示，这几天西半部午后对流旺盛，午后拢可能出现短时间落大水雨情形。另外，这款的天气形态有可爱继续到下礼拜2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市立美术馆呢，今日办空时展，这一透早呢就摆甲长乐乐，买我到的时阵，馆内人数甚至超过4000人，观风只会当先甲票停卖。
提供售票了。哦，没有售票啊？对，我们现在只有票，因为已经超过我们的人流管制人数了。南美馆外口大批民众伫大地图骹排队，不过也因为这个展览上受欢迎，外近中昼时段就已经超过人流管制4,000人。南美馆也只会当暂停卖票，民众感觉无奈，不过也只有接受。因为我们就从台北下来啊，所以就还是想要看一下啦。二馆的容流数是4000人，那现在已经达上限了，所以我们是暂停贩售实体票券的部分。那电子票券呢，因为稍早有观众他们已经都有先买到了，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先让他们换取实体票券。所以上25透早，大批民众就赶到南美馆外口排队，就是要看强视展，甚至也有民众7点就来排队。除了这之外，也有民众穿西装衫，伫场外发符啊来配合这个活动。4点就起来，从高雄骑车来这边。对啊，我们大概人其实陆续一直进来啊。对啊，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人，7点的时候来的。展场内一开展，人就客个10通通。官方也派出真侪飞行员维持秩序。展场内上行的就是像真的强尸，尤其是看到强尸本尊，囡仔家嘛会惊。就走这样有点吓，害怕而已。台南市立美术馆亚洲的地价甲游魂，还未展出的上轰动，网络上引起讨论。南美馆的人条也渐渐回温。这场展览除了呈现日本、泰国甲中国的传奇鬼怪甲地价观念，更加加入台湾艺术家的作品，增加本地的台湾文化角度。虽然渐渐引起争议，也不过看来民众爱新鲜，颠倒较唔惊这鬼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北欧国家挪威首都奥斯陆当地时间2号半暝点外，在一间正出名的冬季酒吧，曾发生枪击案，2个人不幸死亡，10多个人受伤。自本下晡，当地就要举办冬季的游行，也全取消。嫌犯已经被抓起来啊，不过敢是因为冬季的议题犯案，又搁需要调查。外面小人看到案发了后，随赶到现场的警方人员，伫案发地点附近的路口用塑胶封条围起来。救护车也继续来回在病院甲现场。涉案的嫌犯伫案发了后几分鐘就隨風掠掉了。Så langt det er mulig å være sikker nå, så var det én gjerningsmann, og han har vi kontroll på. Vi har også kontroll på de våpnene som ble benyttet i forbindelse med hendelsen. 今年是挪威国会通过修法，和同性中间的性行为除罪化50周年。当时案发地点是当地同志界真有名的聚会所在——伦敦酒吧，而且案发隔天就冬季的游行正活动。涉案的嫌犯开枪的动機是毋是甲這類議題有關係？警方即陣也無定論。Politiet er i kontakt med arrangør for Pride-tog som skal gå i morgen, og det blir gjort fortløpende vurderinger på hva som eventuelt hvilke tiltak vi skal iverksette. 当地时间天光了后，警方除了继续封锁现场，狗仔也加入收窄工作，希望用伫现场找到更加多相关的事情。外电引用警方的讲法指出，现场有2个人互凶手拍死，另外也有10多人轻重伤被送医治疗。枪击管制伫欧洲算阁是相对宽松的挪威，对着大规模枪击案并无新婚。上届有名案件是2011年7月2日的卢港岛青年夏令营惨案，凶手布雷维克总共杀害77人，被判处21年的有期徒刑。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。来看体育消息，2024巴黎奧運柔道積分昨開始算啊！咱的奧運培訓隊游泳會甲連丁玲在內，計共有10位選手，即馬攏佇咧烏蘭巴托拼大滿貫賽。游泳會佇咧60公斤級的決賽，隨幫輸予日本的選手摕銀牌，不過積分是來到700分。也那連丁玲是摕到第5名，是本季個人上屆好的表現。真專心嘛，真認真。游泳會一路拍敗對手，來到烏蘭巴托大滿貫比賽60公斤級的決賽。伊的對手是2屆世錦賽銅牌，最近幾年是大滿貫定定摕金牌日本的選手永山龍樹。Well, they've met twice. Yeah. And it's Nagayama who's come out on top on both occasions. 開始比賽第35秒，永山龍樹就甲游泳會來殺福島，摕到半勝。游泳會是重新進攻，提出真厲害的三角固定。Young is good. Newasa. Looking to get in deeper. Jumping. 永山是真無好對付，游泳會是幾落屆想要壓制，無結果。最後1分鐘想要甲伊鎖掉，也是無成功。
No, it's over. It's Nagayama who wins the gold medal. 杨永伟无摕到金牌，但是乌兰巴托大满贯比赛是国际柔道总会世界巡回赛第3级的比赛。杨永伟的银牌是摕到700分奥运资格积分，因为巴黎奥运柔道参赛资格是2年的排名。到2024年6月23，乌兰巴托大满贯结束了后，10位选手会去西班牙参加柔道训练营队，搁参加7月中旬匈牙利布达佩斯大满贯赛。是搁较侪奥运的分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等了30年，新德市公道3路最近是总算拍通啊！这条路短短500公尺，不过对1991年提出计划到达，其实有真侪当地居民反对。经过真侪沟通，今仔日是总算顺利通车。一起接新德市公道3道路第2号正式通车，这条道路工程第一过去，面对在地居民征收问题、长期抗争，经过了30年的沟通协调，总算是顺利完工。现在看到这条可直通上高速公路的公道3可顺利完成通车，我想每家人搬家的辛苦跟累都值得啦。把整个社区繁荣起来又整齐的规划。公道3道路全长500公尺，道路用地内底还有新德县的财产。市政府除了开7.4亿向新德县买地，也着按地征收户提供临时租金补贴，决定有真侪波折。短短500公尺的一条道路，等待了30年，不容易，但我们做到了。今天很感动，但是更感动的是我们的居民、原住户、里长还有议员跟新竹市的团结，才能成就这样的公共建设。市府表示，公道3道路通车以来，会当解决市区交通塞车的问题，会当提升市区4区围的区域整体发展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台语文康榜，台语的句法甲词类的比较，讲起来是万地深坑。台文学者刘成贤这10年外面烂伫咧整理做语言比较。最近呢是甲出版社出一本小解台语句法的入门册，用古字的插图甲趣味的例句，希望让更较侪人来感受台语的侪变化，也阁有甲世界的牵连。食饭饱，啉酒醉。不会说成吃饱饭、啉醉酒。扫 QR code 就通听到作者甲台语的词句念互你听，也通知影讲原来台语的句法遮尔多变。我就是要写好，一般对台语可能会晓讲，但是对台语无啥物概念，对语言学完全毋捌的人。就连台语词类、多音、多义句的特色也有收，华语高一字羊，台语有张、甲鸟、应。有定甲硬的讲法，走有吹甲走，这拢是台师大台文系刘成贤教授10多年的观察甲整理。甲所有的例句拢去讨，尽量讨迄个领地性，互人咧读的时阵，上无一寡点的，当是较清晰淡薄。我们把跟文法相关的东西都用小篮字放在旁边，这都是一种划重点的做法。就算你本来对台语没有涉略，对语言学也没有涉略的人，看起来他很友善，就会觉得我好像也可以看懂。你成功结合语言学甲台语，出版社讲这一定要搭进少年人的生活，应用大约1年的时间，甲刘成贤教授讨论换趣味的例句，也用古字的插图，和台语的句法入门册实行个写拍。我挑工提出一个语言来比较，企图就是希望台语是一个世界的台语、现代的台语，因为是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底，固定的情况内底。伫韩语、德语、加拿大原住民语、到日语等等，斟酌甲台语的句法做比较。刘成贤也讲，伊只希望跳脱过去学台语爱找本字飘声调的方式，会当互更较侪人体会语言就是文化，伊就伫咱的生活无国界。记者阿敏晶曾派文台北报道。明仔载天气，咱到底来关心，先来看气象资料。在北部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4度。
伫咧中部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3度。伫咧南部温度25度到35度。伫咧东部25度到32度。金门、偏湖、马祖25度到31度。连暝暗时7点半，邀请观众朋友到店来去看《青春咱的梦》节目，来看花莲玉里有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，教少年人做茶工，希望讲少年囡仔会当踮伫咧故乡，替在地产业出一份力。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